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出国这项代志吼，其实写两项代志啦吼。第一是咧写讲，迄当时吼，1960年代吼，咱台湾四间大学毕业去美国留学吼，还是日本留学，真侪人拢安尼吼。啊，写讲迄站少年人出国留学的心情甲背景吼，咧介绍是安怎才会有即个现象，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吼。就是要来澄清关于这个唐德宗律师伫石上公园互人枪杀这项代志，因为互人枪杀了后，伊的尸体禁止收尸，啊放伫遐3暝3日，落尾有人去甲收尸，啊我出国了后，伫一个足无意料的场合才知影讲真实去甲伊收尸迄个人是啥物人，啊，我是感觉这项代志伫历史上爱来甲澄清，所以用这个小说尾仔迄集才讲事实是啥物人去甲伊收尸的吼，所以有这个两个主题就对了。24年前，要出国迄年的热人，我按台北转去台南，去甲亲情朋友相识，最后迄日。去看阿嬷的梦，我想到阿嬷以前上爱食甘苦白的粽，所以透早就去上帝庙，要去买粽，摕去看阿嬷的梦。去到上帝庙，以前闹热的庙口无半人，庙的门顶吊一个新牌，顶面有写“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服务站”。我入去庙内，空空无半项。敢若一只桌仔，两个穿中山装的查甫人坐伫遐，甲一个那唱康乐队的抹胭脂的小姐咧讲笑食豆腐。借问一下，哪会无看到卖粽的？我问因卖粽的伫底，因毋应我，山边桌顶的册要互我看。我去庙后壁，找到顾庙的阿钱伫遐咧扫地。阿钱小学甲我共班，含我上好。毕业了，伊的厝邻散食，无去读册，才来顾庙。我问伊：艰苦伯啊，无咧卖粽啊？啊，着顶个月警察大掠迄日，透早一个管区的来庙里，甲大家讲，警察局新规定，袂使带庙里摆搭，叫大家爱搬。大家毋搬，甲伊错干交，艰苦伯啊，带头甲因反。是你搬，还是我搬？你毋正囡仔，
我单看来上帝庙卖粽的是你尿屁啊，还阁袂焦咧，我搬你一箍钱呐！大家拢毋叮当，管区的无法度，转去找举推仔的警察来抓人。有一个警察要来扛艰苦白下的粽，伊放火倒起来，一支本担按警察头壳顶撞落去。哎呦！甲你假笑你啊！迄警察无想到伊会出手，讲一下大涂骹酸。阿火啊，一打酱菜，互警察车倒，嘛来斗拍。干，毋正经，恁爸讲互你死！拍啦，拍，我死啊！拢靠起来，全部抓上去，拢免走！慢走！后来警察人多，大家拍袂赢，拢互掠去啊！敢若卖米糕的阿财先走，掠无着。迄摆了后，上帝庙就互救国团占去，袂当阁摆搭。原来是安尼。啊，艰苦伯因即马煞去倒位？拢煞去公园路遐啦。讲一个大涂骹酸，即个酸吼，而且真水吼。酸毋是硫酸的酸哦，而且酸是讲，仲爱大涂骹烂，啊大涂骹白，大涂骹大尿尿重啊，即款的做酸。即个酸会晓用的人嘛真少啊，连教典嘛无收即个事的讲法吼。教典的酸敢若硫酸啊，但是可能毋是介标准的照用字啦，因为迄字是酸。啊，讲大涂骹酸即个动作，即摆会晓讲的可能真少啊，吼。酸甜是讲酸甜嘛是溜的意思，无一定干那迄个甜酸去你病仔顶。咱讲等下酸甜，所以酸甜嘛使照来做讲硫酸啦。做过即项代志，即篇吼其实吼，我搁在中读的时阵，虽然这是已经10几年前吼，特别我20年的作品啦吼，总是最近搁中读会感觉有缘是真充满心情上是足毋甘甚至会读甲流目屎啦吼。当然这嘛有可能是甲个人的过去经历有关的，总是就是讲，陈雷先生咧写出过这项代志，这篇小说的时阵，事实上伊透过小说的笔法吼，甲迄个年代其实是咧讲政治的物件，毋过伊写伫小说内底，伊的这个手笔，互咱就是哪读的过程，其实有可能无共年岁人读会有无共款的感受吼。以咱知影迄个历史的人来讲，其实就是。搁一摆读，搁一摆心肝会丢疼吼。但是若是对较少年辈的朋友来讲，有可能颠倒是会有一寡启发，也是讲互因感觉有疑问，这是咧写啥吼？救国团可能就是无共年岁的人会感觉无共吼，较少年辈可能就感觉讲真好啊吼，去佚佗啊啥吼，一个敢若无啥安尼吼。但是对我即个岁的人来讲，甲较了解历史的人来讲，其实阮是袂愿去参加救国团所办的活动啦吼。当然这甲小说本身我相信若是陈雷先嘛是可能甲我较类似的感觉吼，就是这是一个伫历史上伊存在是对咱来讲就无奈吼的代志安尼。当然这最近有迄个不动动产处理委员会拢有在继续。咧处理即个不动动产追讨的代志啦吼，这检察若是有想要了解历史的吼，拢会当去看这个资料。转来到小说本身来讲吼，有一寡迄个写法，我感觉就是讲有可能咱爱有迄个语感的朋友才会安尼看安尼讲吼。比如讲伊第一段去讲到吼，甲亲戚朋友相识。虽然讲相识，其实应该是足简单的意思吼，毋过你甲看，可能少年辈讲袂出来相识即个讲法吼。你尿屁都还袂搭咧吼，即种讲法其实嘛是可能就是较有年岁人会安尼讲吼。其实这是一个足趣味的形容吼。
亲像讲有较即个活跳的吼，包含到讲即个警察吼无想到伊会出手，讲一个带涂骹酸。虽然讲这是安尼短短一句，毋过就是真活跳吼，去形容迄个状况吼。其实读单位的小说，我拢有一个综合的想法，就是我读小说哪像咧读散文因为伊拢是我，主要是我用我去写遮的物件吼。就做小说拢是第一人称的即个迄个尤其出国即项代志，伊有一个副标写纪念叶道基先生所以我就感觉讲，这敢是小说吼我看起来是散文但是其实单位的小说是小说，伊用有一点散文体，但是伊甲迄个人袂记的故事，也是失落的故事，较人毋知影的故事去甲讲出来，我感觉这是单位的一个特色。我离开上帝庙，行去公园路，路边两排整齐悬大的盐酸树，拄好大生，盐酸落啊规涂骹。我沿路行，沿路闻盐酸的味。会记起细汉的时，常常伫遮捡盐酸来食。行无偌久，看到甘苦伯伫一丛大树骹卖粽，生意嘛是遐好。甘苦伯你转来啊？遐济啦！阿珠啊，偷一粒粽来啦！伊的查某囝名叫阿珠，伫遐斗骹手。阿珠偷一粒粽，捧来我面前。小，毋通烫着。多谢。我看面前的阿珠17、8岁，伊的目睭哪像珍珠的美丽，伊就是我所恋爱的人。藏伫心内，永远无甲伊讲起。我看伊菜粽，圆圆的土豆，金金的紫米，顶面一圆乌乌的豆油糕，白白蒜头，青青的盐水，甲粽虾的味、布袋味，蓝蓝做一伙，变做一种讲袂出来的香味。这就是甘苦伯自伊的阿公传落来的菜粽特别的所在。伊的阿公自日本时代伫上帝庙卖粽。本来姓苦，互一个姓陈的招，所以叫做陈苦。后来叫了走音，煞变做甘苦伯。本来姓苦，互一个姓陈的招，所以叫做陈苦。后来走音，叫了走音，煞变做甘苦伯。这里有一个词，叫做走音。走音什么意思呢？走音就是讲发音无标准，无啥正，是讲乐器音质变较歹去，尼嘛拢算走音。这个走音当然华语嘛有咧讲，咱嘛会使捡来用啦吼。这里有讲到菜粽，咱知影菜粽是用菜丝做餡来包的。一种粽，咱台湾鹿港啦、金门、五车、湖西、小琉球、台南、嘉埔、高雄，拢有菜粽，无一定逐个所在拢有菜粽。菜粽是上特别的所在啦，因为阮台南上出名的是菜粽比肉粽较出名。这个菜粽第一，我来介绍讲伊咧卖的时阵安怎卖啦伊是一个大的茶桶，粽小小放伫遐，顶悬盖布袋。迄阵的方法是安尼咧食的时阵粽透了后，伊是用豆油糕，若较功夫一撮土豆腐，甲盐水，放伫一个细撇仔顶悬。你要食的时阵用一支竹签这竹签头两个签毋是用箸，毋是用啥，用竹签签。迄个紫米是做甲安尼足水就对啦足 Q， 安尼金达达细粒珍珠安尼土豆安尼控甲软软个 QQ 上要紧是迄个粽虾，迄个粽虾的味足重的，足好。所以你若去台南食菜粽，莫食肉粽。
讲到这个菜长，伊这段写了，我感觉嘛是，敢若看着流喙烂吼。讲土豆安怎，准备安怎，豆油果安怎吼，当然有些单位先会用这个真济这个塔数啦吼，来形容一碗物件吼。这是就是讲咧写菜长的形容来讲，我是感觉这写了真好势吼。好但是呢，一段有去讲到讲美国敢有救国团吼，这是咧讲若是无了解历史，还是讲出国无出国进前，可能有真侪人会有真大的这个认知的改变啦吼。食粽的部分，我感觉伊有甲这个台湾人迄种会使讲传统足人情味足重吼，拢会真替人想的这种同理心，伊其实这篇嘛真侪所在有写着啦吼。比如讲粽食了毋摕钱，佮甚至个这粽吼，互伊去看阿嬷的时阵顺续炸去，这拢是真人情味的描写吼。伫遮咱嘛会当看到，佮有另外一个就是单位的书写内底，拢会写着台南的地景。伫即篇我嘛真介意，伊搁再一个描写着公园路，伊写讲我离开上帝庙，行去公园路，路边2排悬大盐酸树，这个盐酸树即嘛已经真少搁再看到，因为公园路嘛拢已经这个盐酸树撤掉，变做是起犯厝，所以伫遮伊描写着公园路的这个盐酸树，互咱搁一摆感受到早期台南市的这个地景。搁有伫内底咧，伊嘛有搁亲像进前一篇图书馆的秘密，描写着这个早期的图书馆，台南市立的图书馆变做是一个庆老的这个百货公司。同款伫这篇小说内底，伊嘛描写讲路口我上爱去的迄个细细的石头起的图书馆嘛无去啊，伫遐起一间庆老的百货公司。所以伫遮看到作者伊去敲找阿嬷教伊的迄个菜粽的气味，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伊嘛带咱倒转去早期的迄个台南市的景地，迄个公园路的盐酸树，迄个还未变做百货公司的图书馆，拢是伫这篇内底。单位甲旧台南的风景真真正正记落来，叶家甲风景翕落来，画家用笔甲风景画落来，文学家用文字甲写出来。台南市的公园路已经找无盐酸仔树，但是伫单位的小说，咱看到故乡早期的风景。后来我才知影，因讲的盐酸仔，毋是中文讲的桑葚，嘛毋是英语讲的 blackberry， 是一种英语叫做 tamarind 的树仔。最近单位转去台南，伊讲伫成功大学光复校区又发现规排的即种树，盐酸仔一叶一叶落甲规涂骹。过一时了，伊较闲，才来甲我讲话。足久无看你啊！转来休热啊？嘿啊，转来2个多月啊。当时要转去台北？我无要转去台北，我要出国进修。出国进修哦？是要去叨一国？美国啦，是不是做医生，顺续读研究所？真好真好！恁少年人有出国的机会上介好啊啦！听讲美国真好个你去看卖咧，看因是安怎遐好个啦。我迄时拄则大学毕业，想讲代志捌真济，就讲美国好个是因政治好的关系。政治好的关系安尼你去美国读一个政治博士，转来做市长，看互大家会较好个无？我听了心内爱笑。问伊顶个月上帝庙掠人的代志，听讲顶日警察伫上帝庙掠袂少人。我问你，美国敢有救国团？我感觉单位就够写咱这一寡形容咧形容这台湾人，毋管是人也好，还是讲伊咧形容物件、风景也好，拢用迄个足台湾气口的形容甲描述安尼。亲像讲，伊咧写讲即个甘苦悲哀的查某囝伫开做诶卖肉粽，即个阿朱啊，迄阵差不多17、18岁。即篇是用即个单位伊家己
做一个叙述者，就是讲伊是咧讲这个故事的人，照伊咧写是伊着啊有介意即个阿珠啊，有乱毛安尼，伊咧形容伊的目睭亲像珍珠遐尔啊水安尼，足乌个圆滚滚足大蕊安尼，敢若真纯洁安足深乌落去，这就是讲经过20-30冬伊佫转来即个阿珠迄个是已经嫁伊迄个国校的好朋友迄个阿钱伊佫当着伊的时阵，伊嘛抑佫看着伊的目睭共款是遐尔啊水迄种少年时代足水的迄个感情嘛犹佫伫诶伊无讲你已经嫁别人我足失望着足生气足怨妒安怎迄心肝内抑佫是安尼足纯足水迄款的感情。我即篇我咧读诶时阵，我感觉讲即摆咱可能足歹体会讲台湾较早诶环境，若要较有出脱，就拢爱走出国，也是爱离开故乡安尼。即篇小说互咱会当转去看迄当时诶台湾。我咧看即篇诶时，我拢会想到一条迄个低头皮诶歌，就是讲故乡虽然可爱，是无出路诶所在。即条歌个真符合即篇小说。咱单位就是伊咧写伊要出国进前，伫台南诶最后一日，伊要离开故乡诶时，伊个想讲要甲伊上少年诶即寡食物拢甲先食诶，因为可能出国了个较无法度食着所以伫遮单位个去食，伊甲伊阿嬷拢做爱食即个菜粽。单位虽讲无直接写讲伊是安怎要出国，毋过伊写伊去买菜粽诶时，甲即个卖粽诶港口伯开讲。这对话内底，就会当互我感受到讲，迄当时台湾迄种忧闷的社会气氛。譬如讲，即个港口伯伊就讲少年人出国上好，这单位个因为讲美国是政治好的关系，所以因拢较好个安尼。这个港口伯伊想法嘛是真简单，就甲即个单位应讲，若无你去读一个政治博士好安尼大家拢有法度好个。毋过尾一句，即个港口伯伊煞甲单位问讲。美国敢有即个救国团？这话尾哪像咧讲，就是迄当时诶人过甲遮艰苦，嘛同即个高压诶统治关系。出国即项代志我头家头前诶时阵，就是讲单位伊要出国进前因为迄是60年代，所以60年代伊诶迄个笔调，其实对我来讲，我咧读单位诶小说诶时阵，伊有一个足祥和诶环境诶思想，就是伊要出国要去买菜粽要去上帝庙，对我来讲，迄个步调是足祥和的。然后要去看阿嬷的梦，简单的几句话，就是迄个台南还个60年代的祥和的感觉，就表现出来。这是我读伊的小说，就是不只是出国这项代志就是迄个祥和的感觉，迄是一个美好的年代。毋过读到煞尾，你就感觉讲，迄个美好，迄个平静迄个素朴的人。在生活，希望的生活，因就是安尼平静的过生活。迄个后壁有一个力量，是足恐怖的力量，在破坏迄个和平。我粽食了，伊毋摕钱，问我讲：你当时要去？明仔载。明仔载你美国回来我若还有伫咧这幸活就好啦。这3粒粽你摕去望恁啦，拜恁阿嬷。安尼哪会好势？免说字啦，这菜粽较早恁阿嬷上爱食的。伊还会记起我的阿嬷上爱食伊的粽，以前逐早起拢爱去买伊的菜粽，后来阿嬷破病。厝邻的人讲伊食药，袂使食糯米，毋互伊食粽。伊常常摕钱叫我去买粽，从大册包内面摕倒来。阮2人伫房间内，一人一粒菜粽食了了。阿嬷若食粽就欢喜，精神就好起来，若像病拢无去。有一日，伊甲我讲：“晴阿嬷过身了。”做忌的日，逐项拢免，干那这菜粽就好。阿嬷，你咧黑白讲啥？好啦，喙切切的，才出去。
后来阿嬷过身了，我去台北读册，做记的日也罕一转来。出国了后，100年过去20多年，毋过伫外国实在无机会食到像甘苦伯啊迄款的粽。佫有一个阿嬷过身，然后伊有写着讲，因为着过身去，伊作者讲去台北读册吼。这个点写这个部分，其实是互我有真侪感触啦吼。因为有这个少年辈，我讲少年辈，无就少年吼。我有听着就我朋友减差30-40岁、40-50岁以下啦吼，就是会讲起拢有一个共通的经验，就是我过去拢是甲阿嬷讲台语。阿嬷过身了，就无人通去讲台语啊！我逐摆若听即种话吼，看了即段，我感觉哇，心肝真疼啦吼。上顶母语也是阿嬷语吼，即个台语，就是即个对象无伫咧时阵，咱就敢若失去迄个环境吼。所以看着伊咧讲这阿嬷过身了，连做去嘛，喊你转来吼然后作者出国去吼。当然会真少年吼，即个菜粽的味嘛吼。小说的主角甘苦伯是伫上帝庙伫卖粽。台南的上帝庙边确实有一间100年老店，粽真出名。甘瑞安尼形容台南的菜粽：圆圆的土豆，金金的竹米，乌乌的豆油糕，白白的蒜头，甲粽虾的味。布袋的味黏黏做一伙，变做一种讲袂出来的香味。这种写法，互我想到伊会使永远的故乡，用的贴味，茫茫的海水，芳芳的花味，白白的月光，静静的笑声，青青的土地。咱人5月初5是粽节、端午节，台湾人白鸡粽拜公妈。粽字的写法是米字边的米，米字边，佮再加这个祖宗的宗，米是表示原料是米，宗代表传宗接代的子孙。这个粽呢，代表规罐的子孙，所以白粽拢爱白规罐的，一罐20粒，古早白粽。原本就是白鸡粽，上古早叫做角薯，土名讲牛角粽因为伊长长尖尖。咱即马这个形呢是后世才佫改变的。原本白粽是用细仔米就是人讲的原住民咧种的山顶咧种的迄个小米啦。后来才改用糯米，因为糯米较大粒不管是细仔米还是糯米，拢是黏黏的。黏黏代表黏黏长美丽的亲情。4年前，我转去台湾，专工去台南看以前的旧厝。按火车头行到台南病院，病院头前迄条大沟拢是粪扫，臭光光，甲20多年前相像。来到公园路，差一撮仔认袂出来。以前2排悬大整齐盐酸仔树，拢错无去，路边拢是悬悬低低厝。路口我上爱去的小小的石头起的图书馆嘛无去。伫迄个所在去一间7楼的百货公司，人甲车塞甲满满是，佫吵佫吵，无像以前的清丽安静，哪像伫公园内面。讲到少年，伊即马才嘛有去描写着讲即个台南，会使讲是伊的印象中回忆的台南，甲伊落尾佫转来所看的台南，有即个对比的描写，尤其是其实有看到无共片，拢有写着一点共款的就是讲伊所谓讲去一间7楼的百货公司，人甲车塞甲满满是，吵佫吵，这无共片拢有写着
代表讲陈雷先生的即个永远的故乡吼，伊有另外一个歌诗叫做永远讲，代表伊头壳内印象中的永远的故乡，其实当然足水，但是落尾伊转来，已经毋是过去迄个美好、迄个水的故乡啊，诶，迄种我想有表达某一种心丢丢疼迄个感觉啦吼啊，所以即个大乐其实伫无共片吼有小可相共的描写吼。出国即项代志有讲到台南病院，台南人大部分拢叫伊省立病院，现主时是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这是为1896年日本时代就开始的一间台南上早的官方的大型现代病院，伊照顾大台南地区的民众的健康已经超过100年啊。目前的地址是伫咧台南市的中西区中山路。这间病院本来是日本时代的时阵是日本医师为主，毋过有真侪台南的子弟去读总督府医学校了后，来遮实习服务，参像即个王树禄、黄金火、韩石泉，因拢积极咧参与地方的即个文化政治运动，嘛有像心乃麟新营的名医。细汉的时阵，破病伫遮住院治疗，受到日本医生的照顾，伊就感觉讲伊以后想要做医生，所以对真侪人有影响。我行过公园路，来到上帝庙，庙内有2个人咧行棋。我问迄个穿短裤的中年人：“借问一下，你敢知影以前迄个国庙的阿钱伫底？”我就是啊。哈？你是阿钱？我惊一条，认袂出伊，就是我以前的同学，甲我上好的阿钱，搁瘦搁老，讲话慢吞吞，无一丝仔元气。上久无看，我拢袂认得你啊。毋过伊还会认得我。我知影你穿啊，你拢无变啊。阮2人见面真欢喜。伊带我去伊的兜，伫上帝庙后壁巷仔内。咱几冬无见啊？20外冬啊！时间过得真紧呢。你敢有娶？娶啦！阮后生得要读初中啊。遐大汉啊！伊讲伊已经娶某生囝，最近身体无好，有肝病。伊介绍伊的某，阮牵手啦。阿珠，你还会认得青啊无？青啊哦，你是阿珠？原来因某就是阿珠，甘苦悲哀的查某囝，就是我心内的人。伊看起来还真面熟，目睭像珍珠的美丽，20多年拢无变。你拢无变？你嘛无变。你毋是去美国读博士，当时转来的？顶礼拜，我即马伫加拿大，久久啊才转来一摆。阮3人坐伫迄间小小的烟片厝内面，讲起我出国以前的代志。我还会记得你较早定定来甲恁阿嬷买粽，买的拢藏在册牌内面。对啦，你还有咧卖粽无？无啊啦。阮老爸过身了，就无搁卖啊，我嘛无心情搁别粽啊。是安怎？你拢无听讲？安尼才来讲起甘苦悲哀的代志。我出国了后无偌久，有人风声讲228事件时，唐德宗先生伫石上公园互枪杀，去甲唐德宗收尸的。就是上帝庙卖粽的甘苦悲啊！我会记得迄时，唐德宗先生互人枪杀了，伊的身尸等伫石上公园3暝3日，无人敢去收台。原来是甘苦悲啊！就是为着这项风声，警察便伊定定来阮厝里啰嗦，问东问西。过无偌久，阮丈人啊，伫公园路口。互一只杂链大卡车弄死，地死伫迄丛盐酸树的头前。
迄菜粽也甲一世界。我听了真失望，也真艰苦。甲因两人相识，欠甘苦饼的钱，想要还阿珠，伊毋收。过当日，阿钱来找我，手刃灌一罐粽。阮某讲，伊知影你爱食因老爸的粽，出国无当食，特别做一罐要互你摕去。我摕到遐个粽，闻到甘苦饼的粽味，心情甲迄罐粽平同。我的故乡20多年后，悠然安尼迎接我，才会像阿钱这款朴实的艰苦人，迄个毋知偌久无心情白粽的阿珠。这篇会互我感觉流目屎，就是伊咧写着唐德宗先生吼，讲着修诗，讲着吼，不管是倒一人修诗啦吼，反正就是讲过程的描写吼，咱的心真疼吼。亲像伊遮有一段，就是讲新时等伫石上公园，3暝3日无人敢去收台吼。然后佫刷了，毋是安尼就刷，因为后壁吼警察定定去艰苦伯啊，厝人啰嗦吼。甚至落尾不幸死亡，是毋是单位先生有小可咧暗示讲，伊即个警察啰嗦甲落尾，卡车拢是毋是有啥物款关系？当然伊无明写啦吼。但是呢，这就是互人看甲真心疼的吼。毋过单位先生的作品定定拢是互人敢若看甲流目屎，但是后时段有可能有一寡点又会互咱起爱笑的啦吼，也是讲会感觉足温暖的，即种复杂的心情吼，会当互读者伫咧读的过程，就是扑咧吼，念伊是即种心情，念伊迄种心情安尼。这篇阁有一个真重要，就是伊要纪念一个真特别的人，就是上帝庙的庙公，叫做叶道记。所以单位嘛，甲伊写伫小说的副标题，特别写纪念叶道记先生。伊一开始咧，掠准即个艰苦病是甲，就是228事件台南一个真有名的律师唐德宗伊伫228的时阵，互中国的兵伫即卖唐德宗纪念公园遐枪杀。迄个时阵国民党的兵不准人去收尸总是有一位台南大道公庙的庙公叫做叶道记，伊有去将唐德宗先生的身尸甲伊带好伫即篇小说内底，我一直掠准即个人是艰苦伯总是后来伊知影伊有得到一寡资料，知影即个人其实是庙公就是即个叶道记先生，所以特别甲伊记录落来。伫最后伊有讲，我甲故乡台南的即件代志整理起来，一方面呢是要来纪念叶道记先生，一方面嘛甲遮个代志做记录甲交代。伊即篇就是写着1960年代少年人拄着的代志单位本身是1965去美国读册嘛伊遮咧讲写着讲伫即个白色恐怖的迄个时代本地伫庙遐咧卖肉粽菜粽好即马国民党这救国团来伊甲伊迄个所在着要共占着共赶走这咱甲看伊这伫上界下界站，这足艰苦的人因安怎反抗反抗无效咧到尾可能有人风声讲伊就是替迄个唐德宗这228的受难者替伊埋葬的人结果即个艰苦伯到尾是车祸去拖拉骨弄死个到死，所以这是毋是政治车祸这真歹讲咱看伊这一世人真正是亲像伊的名真艰苦安尼毋过咱看伊这下界站的人佫有情有义虽然讲是伫咧迄个白色恐怖的时代拄着这互人市民迄个遐艰苦毋过伊佫冒家己迄个危险安尼生命的危险去甲唐德宗算讲替伊埋葬这其实伫迄个是足危险的代志迄拢毋敢互人知影所以咱甲看着即个台湾人的即种足好的精神足好的情义就是可能伊甲唐德宗其实嘛无熟悉毋过伊就是讲
真肯定伊所做诶代志吼，所以伊嘛甘愿讲冒即个危险啊，替伊来办即个后事安尼吼。这我感觉单位伫伊几啊篇底篇小说内底拢咧写即种诶精神。虽然即篇诶题目是出国即项代志，毋过当一个月对艰苦伯啊带出22把事件诶唐德宗先生。当年唐德宗先生就是伫石上公园互人枪杀，石上公园捌叫做大正公园，老一辈拢叫遐是石上。国民政府甲改名叫做民生乐园。过真久，经过维权，经过改严，经过真侪人诶拍拼争取，才改做唐德宗纪念公园。这是台湾人苦难诶历史。后壁迄个艰苦伯吼，当然是风声啦吼。艰苦伯迄个伊是卖葬啊，唐德宗先生去互人枪杀了，风声讲啊，原来伊是去收尸诶。读到遮诶时阵，咱心肝头哪像啊互整着诶。啊，尤其单位伊是甲写讲，有一日伊伫公园路口，互一只10辆诶大卡车弄死，伫死伫迄丛盐酸树诶头前，伊诶菜场也甲规死个。迄个画面出来诶时阵，虽然小册内底拢无讲。谁那有这辆车号？但是迄个暗影，规个乱七八糟的暗影，你就完全会使感受到迄个恐怖的气氛，也甲规涂骹，佫是10辆的大卡车，迄可能是一个事故。毋过因为单位安尼的写作，我头前咧讲。讲伊用散文体，那像我是伊事实看到的，当然这是小说。毋过，但是因为用散文体，然后迄个目睭佮藏伫即个后壁迄个书写，为着即阵风声，我头拄仔讲迄便衣吼，来定定伊的迄个厝邻安尼问东问西，啊了，怎去互卡车弄死？迄个画面，伫头前的冰静冰常，后来出现即个画面，哇！你就感觉迄个足俗气。啊，足艰苦诶心情，就规个伫即段内底撞出来。我一手提杖，一路寥寥啊行，行过开元寺，行出南门外，真远才来到伊诶墓地。迄阵拄好是中昼，日头当炎，我找到伊诶墓，伫一丛大丛玉兰树诶边仔，我甲遐个丛囥伫甘苦伯诶墓前。坐在树底，闻着长开的玉兰花，迄真久无闻到的玉兰花的香味，一时甲我出国以来一直少年的故乡的一寡代志，拢带转来我的面前。我若像佮看到过身去的阿嬷，看到公园路边悬大的盐酸树，甲心爱的小小图书馆，甲卖葬的老阿伯，才知影这拢是台湾顶一代。过去的人甲物，因的欢喜甲艰苦，因的好处甲歹处，拢是过去啊。虽然是安尼，毋过甲咱即代台湾人也是分袂开，因为因顶一代的人过去了后，又搁甲因保守的台湾人的人情甲历史，交互下一代去负责。伫遮咱嘛会当看到单类书写一直以来真悬的即个历史的意识。伊咧书写伊的文学作品的时阵，有一个足强的使命感，就是要留落台湾人的历史的记忆。遮个历史的记忆，嘛是台湾人的记忆，是过去以来伫教育的体制，咱无法度知影，伫党国威权的时代，台湾人互人教育，囡仔人有耳无喙。咱的时代嘛，无法度对咱讲出遮个事实，所以单类透过伊的文学作品，将228伫台南发生的唐德宗的事件，搁再一届甲凸显出来。透过艰苦伯一个伫庙埕伫遐卖菜粽的阿伯，一个遐尔啊细的人物，伊嘛伫白色恐怖的时代来受到影响。伊总无法度伫遐做生理，上帝庙嘛改做是救国团。所以伫遮作者伫最后一段有讲到讲伊过身去的阿嬷，佮有卖粽的老阿伯，佮有伊心爱的图书馆，甲公园路边悬大盐酸树，这拢是台湾顶一代已经过去的人物。
因的欢喜甲艰苦，因的好处甲歹处拢是过去啊。虽然是安尼，遮的故事又搁留落来咱一代，交互咱后一代去负责。所以看到这篇小说的时阵，咱亲像感觉迄个历史单位将伊早到咱的面前，刷来就是咱的时代，咱也来面对过去，搁有台湾未来要行向啥物方向的坎站。后来，我伫一个真难得的机会中，得到一寡资料，才知影228事件时，为唐德宗先生收拾新诗的，并毋是上帝庙卖葬的甘苦伯，是台南大道公庙的庙公，名做叶道基的老先生。伊迄年年纪大概有80岁左右。这个资料是叶道基先生的一位后代直接甲我讲的。可惜，伊并毋知叶先生为这位唐德宗先生安葬的所在，所以我甲故乡台南的这件故事整理起来，一方面是用心来纪念叶道基先生的这项事迹，一方面是甲这个资料做一个公开性的记录甲交代。无的确，图册中间或者有人知影，台南市伫228事件中牺牲的唐德宗先生安葬的所在。单位上尾伊有写着讲，其实到尾伊知影讲，实在替唐德宗处理即个后事的是一个叫做叶道基的人安尼。我感觉这有哪是即个小说正深刻的所在，就是讲伊这是改成一部分是真实的，嘛有即个虚构的部分，毋过伊就是改成甲咱叫精神安尼，互咱开始来注意讲这228的受难者，伫迄足危险的事，迄唐德宗迄个事，甚至迄兵仔顾咧，毋互人挖进去嘛，伊就是超工安尼甲人侮辱，要互伊迄个身尸伫遐臭去烂去，好心来甲伊斩安尼，伊这就是互咱搁翻头倒转去回想迄个事的历史，迄个遮尔危险惊吓痛苦的时代，毋过台湾人也是遮尔勇敢伫迄种的时代，这拄好甲伊后壁一寡咧写的写讲这台湾经济较好啊，就是较资本主义的时阵，毋过人连都变甲足无情，足残忍的，足领会迄种的，迄带一个足大的对照这篇咧写抑阁是即个战后的早期抑阁台湾抑阁算农业社会，还未完全工业化的进程所以这台湾人抑阁保留真侪因迄个较朴实较善良故意迄种的性格这伫以后的台湾人中间就较看袂到啦，毋是讲完全无。这单位真好，这点就是讲，伊要出国的前拄好是伫即个年代所以伊也有即种的基地伫的，爱替咱留即个记录算讲嘛，替迄个时刻会改善的台湾人这百姓互因一寡足好的描写无即摆的少年辈可能毋知影讲，其实咱的前辈是遮尔有情有义、遮尔勇敢的台湾人即种的台湾精神应该搁甲伊传落去，搁甲伊发扬落去安尼。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联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啥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出国这项代志，读这篇文章进前，也毋知唐德宗是啥物人，去网络抄找了。才知影，原来伊是为台湾人死的。228了后，中华民国军队四界掠人、杀人，深头仔英国骗的，讲要请地方的头人出来了解，毋过这个头人煞变做互屠杀的目标。唐德宗先生迄当时是咧做律师，伊互掠去，迄
迄当阵为着要保护迄时出来维持治安的自卫队，甲名单烧了了。唐德宗先生互吊起来刑几暝，鼻仔骨全部互拍断。受酷刑了后，双手绑伫后壁，骹只拼插一支写名的插牌仔邮寄，押去医院称决。互称决进前，遐个兵仔大声喊：“跪下！”毋过伊拢无叮当，搁甲兵仔骂，汤神要在骂，圣旨转过伊的头壳甲鼻，疼一困啊，才倒落去。迄个中华民国兵仔要在骂：“他妈的，看你们台湾还敢不敢造反！”中华民国兵仔毋准家属随收尸，尸体囥伫遐3日，才互家属赶转去。尾啊，台湾高等法院审判决书落来，唐德宗无罪。入捌搁较侪台湾历史了后，我才了解是安怎真侪人伫学校读的拢是假报的。伫台湾出世的人，拢毋知台湾的历史甲地理，煞甲中国的历史甲地理记甲遐清楚。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